宣调。虽然已经有大个祭司头，上帝囝耶稣，经过遐个天，咱就好胆进军恩典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恩典最及时的帮助。现在，请咱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一三角来祈祷。全能慈悲的阿爸被上帝，阮满心的感谢欧罗你，恳求你甲阮做伙进入你的圣殿，用着你的圣神来带领着阮今仔日的礼拜。阮众人无论是伫教会内面，还是伫任何的所在，来强读圣经甲宣扬你的话语，拢话通归应你，恳求你救阮脱离这个癫狂的这个罪恶，脱离迄个顺服人，甲赢过顺服伫你的过犯，并且恳求你常常做阮的引带，做阮的光，做阮的盐，做阮的安慰者。今仔日阮搁一摆。谦卑来到主你的小宝座前，要来恭听你的话语，恳求你来安静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会通明白你的旨意，互阮听清楚你的教示，互阮会通伫生活中有美好的见证，也互阮会通活出主你的香味。那现在我要搁继续为美国、台湾来祈祷。因着这个疫苗的普及化甲注射，各地方的这个疫情渐渐有经稳定落来，但随望各地方还阁有一寡疫情的状况出现。哦，主啊，你是创造万物的上帝，恳求你施落恩典甲怜悯，使大地有这个清气的环境。互这个病毒的阴霾会当紧紧离开去，互美国、台湾以及全世界拢会当恢复过去迄种健康，阁有望一个地球村。愿拢望上帝的怜悯，互众百姓有悔改的心，恳求上帝来医治阮所徛起的这个土地，互大家会通安居乐业。佫着平静这个生活。那今仔日，阮要搁一摆，奉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来宣告，来洁净阮，来保护着阮，互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愿望。今仔日，阮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欧罗里，恳求主你怜悯阮，互今仔日。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礼拜以及实体礼拜的这个乡亲兄弟，做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
互主的名得到荣耀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食做上帝要赐福的管道。但现在恳求主你，先来清洁罗卜的嘴，圣神也来感召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互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。当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出埃及记第9章22到26节。22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5天伸手，互炮落伫埃及的遍地，拍人甲精生，以及产业的这菜色，通埃及地拢安尼。摩西5天伸出伊的拐仔，耶和华就起雷落炮，有火行伫地面上。耶和华落炮伫埃及地，对安尼有炮也有火掺伫炮的内面。真厉害！对埃及开国以来，遍地袂歹有安尼。伫埃及遍地，竟然是产业的，无论人还是精生，拢互炮拍。炮也拍产业一切的菜色，佮拍击产业一切的树木。独独是以色列人所踮的高山地无落炮。第2位圣经节记载伫启示录18章第4到第5节。第4节，我阁听到另外一个声对天顶发出来，我的子民就对淫妇写出来，才免目着伊的罪，嘛免甲伊做伙受灾祸，因为伊的罪已经累积拄天，上帝会记得伊的邪恶行为。这是上帝的话，紧来读，甲听遐个预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。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阿明。这点要来学咯，我要来敬拜上帝。那么这首歌谣是日本30年前的这个歌谣，伊的 melody 真水，我真意爱，所以我就将伊改编做。我要来敬拜上帝。伫第3段，我特别用这个诗篇121篇第10到第20，讲我要五山野目，我的帮赞对倒落来，我的帮赞是对造天地的耶和华遐来。用这段圣经节，特别要为着美国甲台湾目前这个困境，来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。阿门。来敬拜上帝，就用真心敬拜伊，真心真性真意来敬拜天父上帝。我要来学罗天。开声金是阿罗伊，
愿主诚心予我，来充满的愿许。愿明山来行吧，愿的帮赞对打落来，愿的帮赞对做天地也好花下来。愿明山来行吧，愿的帮赞对打落来，愿的帮赞对做天地也好花下来。愿要来敬拜上帝，就用真实敬拜伊，真心真性真意来敬拜天的上帝。声金是无落雨，愿主诚心予我，来充满的愿许。愿明山来行吧，愿的帮赞对打落来，愿的帮赞对做天地也好花下来。愿明山来行吧，愿的帮赞对打落来，愿的帮赞对做天地也好花下来。上帝，就用真实敬拜伊，真心真性真意来敬拜天的上帝。愿要来学落天。声金是无落雨，愿主诚心予我，来充满的愿许。愿明山来行吧，愿的帮赞对打落来，愿的帮赞对做天地也好花下来。愿
原来乌罗提，开声金是乌罗伊，愿主诚心互我，来充满的元帅。山来行，马阮的帮咱对打落来，阮的帮咱对做，一直也好花下来。山来行，马阮的帮咱对打落来，阮的帮咱对做天地，也好花下来。就用真心敬拜伊，真心真性真语来敬拜天的上帝。阮要来乌罗提，开声金是乌罗伊，愿主诚心互我，来充满的元帅。山来行，马阮的帮咱对打落来，阮的帮咱对做，一直也好花下来。南边山来行，马阮的帮咱对打落来，阮的帮咱对做天地。各位乡亲士大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日咱生活在这个世代，是一个变来变去的这个世代，无法度预测的这个代志，随时拢要发生的。搁再加上最近几年来大灾难是哪来哪多，发生的这个次数也哪来哪严重。第四个人对将来就无什么款的把握。所以就有人跳出来乱讲话，讲出这个先知性的话语来威胁到真侪人。出来求其有记载，当摩西要带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，嘛遇到真侪这个阻碍。为着要完成救赎的工作，上帝借着摩西的手，伫埃及王法老的面前，行了真侪只新约，毋望法老王会当讨白以色列百姓来离开埃及的这奴隶的这个生活。总是法老王一再疑心，直到上帝降落10个灾祸伫这个埃及，法老王的大囝嘛死去，法老王
才知影要行赢起来，就稳准以色列百姓来离开这埃及。所以伫这个过程中，互咱看到有三项代志发生。第一项代志，摩西扮演着这个先知的角色，有报上帝要做什么，事先拢传达予法老王知影，毋望伊会通稳准以色列百姓因来离开这个埃及。第二件代志，这个是法老王的这个心态。法老王是埃及的国王，地位是相当的尊贵，全埃及地无人会当比较搁较有的这个关系。伊看袂起摩西这个希伯来人，因为摩西伊是一个过洋的人，讲话搁是踢踢突突，这个大智人。法老王认为摩西应该都听我的话才对啊！啊，凭什么我当一个国王都爱听趁你的话呢？所以这是法老王的心态。第三件就是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处境。当灾难临到的时阵，上帝百姓是住伫埃及人的中间，因为甲埃及人做伙落入伫这个灾难中嘛。回答是袂啦。因为上帝的心目是公平的，毋是无分别的。上帝为着伊属伊的人备办一个高山地，这个高山地就是上帝的百姓要得到保护的所在。这个是上帝特别为着属伊的人所备办一个避难所。上帝伫摩西的这个时代，为着以色列百姓备办一个高山地。来避免这个灾难，那么上帝伫今仔日也要为着咱备办一个高山地，这个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内面，这个是闪避末日的这个审判最有智慧的这个选择。这个高山地是约瑟为着因的厝内人所选择的所在，对圣经再来看出，伊是超过伊安排的。那么高山地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所在呢？咱来看，高山地正确的地理位置，这圣经学者拢普遍认为，伊是伫这尼罗河三角洲的这个东边，土地真肥，所以是因为是精生上好的所在。雅各的厝是雇羊的人，牛甲羊拢需要食草。高山地这个地理环境有帮助恁个人的羊甲牛的这个工作。法老王也认为这是埃及上水的所在。圣经在讲，埃及人讨厌雇羊的人。那么埃及人为什么要将上好的所在互因的讨厌的这个雇羊的人呢？这个解经家有无同款的看法，其中一个是比较较合理的讲法。这个就是埃及的这个观念。埃及有类似印度这个种族的这个制度，上界加财的就是雇羊的人。埃及人大多数拢是这个做事人、农民。埃及人看袂起这个雇羊的人，因家己认为是比雇羊人更加有社会地位的，所以伊有即款的这个优越感。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的之一，所以当希伯来人拢还搁咧过这个游牧的民族，过着饲羊啊、种大麦、小麦生活的时阵，埃及人已经开始咧追求文化艺术，嘛还阁有这个科学的研究。因毋单单是只为要做这个木乃伊吼，这个妈咪，还阁有这个金字塔甲饮水的这个这个科技。古埃及人的生活是较优秀于其他的人的，只爱归功伫这个尼罗河的这个享受。尼罗河为着埃及带来这个丰盛的财富、文化的成就、甲科技的发展。所以说，若无有尼罗河，就无文明的这个古埃及。所以尼罗河改变埃及人的命运，伊是埃及人这个骄傲。尼罗河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埃及人得到这款的文字，总是真可惜。
因将这个受造的物化作拜拜对象，用别个神来当作神，这实在是有够可惜的。尼罗河嘛是埃及的经济发展的中心，因倾向伫这个农业，就是有美好的高山地，嘛真大方要送互这个雅各的厝。高山地远远离开尼罗河，虽然是牛羊的牧草的所在，却毋是理想的这个农地。伊嘛无想要甲各样的人掺杂做伙，就是伫即款的心态下面，高山地就成做雅各一家伫这个饥荒年逆境的中间游玩，是一个重生、这个属灵的保护区。那么高山希伯来文有这个靠近、挖近的这个意思。雅各的家徛起伫高山，除了靠近约瑟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靠近。高山是伫埃及的境内，上接近迦南地这个区域，上面远远离开埃及文化中心的城市，所以就片面受到异教风俗的这个影响。另外一方面，嘛是上接近上帝福音的这应允之地，这个迦南地。上帝定义要互伊的国度降临伫这个地面上，并且伫地上面来掌权，为着要成就一款的代志，上帝以为震动这个地面上，既然甲伊的国度相对立的，所以当咱若对照一个现今的社会、现今的世代所发生的代志，咱就会感觉到真深刻的混乱甲不法的代志，充满整个的地面上。所以当咱看到遐个爱分家规、爱碰风，讲家己的经济真稳定的国家，如今确实面对着将来面临这个灾难，这个巴比伦系统的这个缺陷就开始非常的明显咯。启示录18章49、50讲，我阁听见对天顶有声音讲：我的百姓啊，恁着对倒一个城出来，要你甲伊做伙有罪，受伊所受的灾殃，因为伊的罪恶拄天，伊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了。咱现在看到这个过程开始在进行着咯，所以伫这个几年后，还佫会继续来加速。上帝拄拄是咧震动着，既然甲伊的国度相对立的，所有无法度达到天顶标准的，拢会被这个震动。上帝计划要伫地面上来建立伊的国度，所以人伫上帝创造中间是真特别的。伫这个上帝国度的次序中间，蒙救赎的人占真特别的这个地位。伫咱四周围这个动荡中，咱需要看见上帝，特别将降临的这个国度，震动已经开始了。上帝的国度要伫这个事无前例，伫这个世间彰显出来。说出咱有这个有通听的耳孔，有通看见的目睭，咱就要发现世间人前所未看到的上帝最大一波的作为，已经停候伫门口了。拄着亲像约瑟将以色列百姓安置伫埃及的高山地，上帝为伫今仔日兴起真侪这个约瑟，要来帮咱伫全世界建立真侪这个高山地，也是讲称作避难所。那么这个避难所中间，有的是要互犹太人的避难所，有的避难所是教会的，有的是个别的家庭的，所以有的是整个地域区域的。那么创世纪第45章第10节到11节讲：你甲你的囝儿孙啊，连牛群、羊群，并一切所有的，拢通住伫高山地，
甲我三军，我要伫遐奉养你，因为还阁有5年的饥荒，免得你甲你的灌属，甲一切所有的拢败落来。所以高山的随风是坐落伫即个埃及，总是埃及的十灾，却无有一个灾是临到因所住的即个特别地区，即个以色列百姓。所以住伫上帝的同在内面，就是即个保护的秘诀。住伫至悬的下温暖所在，就是住伫上帝彰显的同在中间。这个同在是你通感觉到的。上帝既然会通伫这个旷野中来照顾以色列百姓，伊兼无搁较照顾到你嘛？你上悬的这个呼召就是认捌上帝，搁较来认捌天父上帝。那么在日子内面，如果咱只有单单是停留伫这个外院的经历内面，这是无够嘅。遐个只有停留伫得救的这个外院，经历到这个基督徒，因拢会发觉到，伫要来临的日子是非常的歹过，甚至差不多是活袂落去咯。所以这个基督徒是简单得救尔定，将来毋捌深深进入到亲密甲主同行的这个关系中间。以色列人到了这个高山地，是法老王祝福因的，将上好的所在，和雅各甲伊的囝儿来因来带。所以约瑟就遵照法老的命令，将全国上好的所在，和伊老爸甲兄弟来徛起，并来养饲着因。那么随风，埃及饥荒真大，全地拢绝了这个粮食。总是约瑟和埃及伫这个饥荒中无动乱，而且所有的百姓拢通安然度过，因为约瑟是一个有策略、有思想的人，伊毋是用着社会这个救济政策，伊爱人用银啊来买粮食，互国民生活活得真有尊严，继续保持因的生产力，最后连人民的土地也要交换出来的时阵，约瑟依然爱因家己来耕作，互因种土地这个种子，会通教育因的生活，并且继续来耕作。所以埃及随风伫这个天灾中，埃及农产的运作并无断暂过。百姓有教育这个粮食，佫通继续来耕作，维持了埃及农业社会这个活力。所以约瑟是一个经济学家，伊会通伫别人危机的中间来创造机会。所以伫这个经济危机中，为着法老得到更较多的土地甲财富，约瑟凭着上帝的恩典，伫这个饥荒年内面创造这个新业，互埃及的社会无发生动乱，互埃及的人民通维持生活，继续来耕作。创世纪47章27节讲，以色列人住伫埃及国高山的地，因伫遐建造产业，生炭侪侪。别人伫饥荒中失去了因的产业，就是以色列百姓确实安置了家己的产业，甚至伫这个经年内面会当生炭侪侪，毋单单是法老通进入这个兴旺。连这个百姓嘛，进入兴旺，甚至伫这个饥荒年的时阵，以色列人阁生炭侪侪，法老甲以色列做伙来做兴旺起来。雅各伫这个埃及地住17冬，伊会通甲伊所疼的囝儿做伙来生活，平稳来度过这个饥荒年。这是人生最丰盛的17年。伊看到伊的囝儿、查某囝、的囝儿甲查某囝，而且是生炭侪侪。伫这个经年内面，埃及人的信仰状况渐渐去恶化，最后失去了因的财产甲因的自由。同时阵，雅各的家确实颠倒变的情形，安置了因住伫这个城市以外这个高山地。
并毋是伫城市内哦，伫遐来买即个产业，佫生大济济。就是伫今年的来到，上帝恩典嘛是有够野的。伊为着你来保留着即个高山地，一个互你游玩通存活即个保护区。当然，现在面对即个困境，虽然毋是完全应对着约瑟时代即个饥荒，总是有几方面的情形确实真类似的。古早人知影，即个饥荒有可能随时出现的，总是因袂当预测时阵，也是伫什么所在要发生，所以会当做出即个预防的措施真少。若毋是上帝互法老王有即个愿望，埃及的政府伊嘛袂晓讲去吐掉即个粮食的。但今仔日，咱就要开始来建立。来亲近上帝这个生活，上帝伊要带领你到这个高山地遐。高山地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所在，也可能是一个工作的所在。高山也可能是一群团体，也可能是一个特别的计划。只有留伫上帝互你的位置顶面，咱才会当伫上帝旨意中间来重新起来。阿们。回应诗歌，以色列的保护者。今日的讲道的主题就是高山地这个恩典。那么，这个高山就是避难所的意思。所以要用这首诗歌，以色列的保护者，要来做回应。因咱拢是属灵的以色列人，歌词是安尼描写讲：保护以色列的耶和华。也无杜眠，也无困去，也要保护以色列免受一切的灾害。阿免。保护以色列呀！免受一切
保护以色列耶和华，也无拄你无困惧，耶和华要保护以色列，免受一切灾害。因路亚努梅罗伊些，路亚努梅罗伊些，因路亚努梅罗伊些，夏玛。Israel, 保护以色列耶和华，也无拄你无困惧，耶和华要保护以色列，免受一切灾害。因路亚努梅罗伊些，路亚努梅罗伊些。路亚努梅罗伊些，夏玛Israel， 免受一切灾害。
免受一切灾害。在这做伙三甲来祈祷，亲阿爸悲伤的阮，感谢你。今日阮对圣经出埃及记第9章22节到26节，启示录18章40到50节，做伙来思想高山地这个恩典。对今日的信息中间，互阮知影，创世纪47章27节，以色列人住伫埃及国高山地，因伫遐建立这产业，佮生团侪侪。雅各伫埃及地住17冬，因为通甲伊所疼的囝儿做伙生活，平稳来度过了这个饥荒。这是人生最丰盛的17冬。伊看见了囝儿、查某囝的囝儿甲查某囝，而且佫是生团济济。伫这个今年的内面，埃及人丧养的情形渐渐去恶化，最后失去因的财产甲自由。伫这个共时期，雅各的家却是颠倒变的情形。约瑟安置因住伫城市外面的这个高山地，并不是住伫这个城内面，伫遐来买因的财产、产业，佮生活做做。就是今年的来到，上帝恩典依然是到起来的。上帝因为保留这个高山地，
一个互你游玩通存活的这个保护区。当咱现在面对的这个困境，虽然不是完全对应约瑟时代的饥荒，总是有几方面的情形确实真类似的。古早时代的人知影，饥荒随时拢有可能出现，总是因袂通预测这个时间，伫什么时阵还是什么所在要发生。因所会当做这个预防的措施嘛真少，若毋是上帝互法老王这愿望，啊佢政府嘛袂晓去吐掉这个粮食的，所以今仔日咱就要开始建立这个亲近上帝的生活。上帝伊会带你到伫这个高山地下。高山地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所在，也可能是一个工作的所在，伊嘛真有可能是一个团体，嘛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的计划。所以只有留伫上帝互你的位置的顶面，啊，咱才会当伫上帝旨意内面来重生起来。做阿爸爸，上帝多谢你赐了宝贵的这个话语。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假使阮着用着永恒的这个眼光来看身躯边的代志，互阮明白所看到拢是暂时的。当然，阮每一个人每一天所做的拢是为着迄个荣耀日子来备办的，就是要来享受高山地这个恩典。让阮同心的祈祷。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那这条咱从牧师要甲咱祝祷，愿天父上帝主啊甲怜悯，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圣神保守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做面迄日，奉父囝圣神的名。阿明，亲爱乡亲是大兄弟，咱今日实体礼拜甲网络礼拜，到这就过一段落。望伫后回同一个时间，无论伫教会还是伫空中，三间的见面。愿上帝赐福保护恁，合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。拜拜，愿恁平安。恁着记着万变是最好事，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。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，恁着记着万变是最好声。甲伊行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用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阿罗哈伊，阿罗哈伊，我名予伊的名光照。